Kitty， 今日我哋會講嘅故事係媽媽是殺價高手。認識價格。我的媽媽很會殺，是很會殺魚，還是很會殺雞？都不是啦，是很會殺價啦。老闆娘，這條魚多少錢？一條只要25元，可是旁邊那家店也才賣20元而已。哎唷，那家店的東西和我們的不一樣。那好啦，一條算你20元就好了。媽媽，你太會殺價啦！有時候連我們都會覺得不好意思啊。哥哥提着菜籃子嘀咕着：哎呀，傻孩子，別擔心，因為沒有人會做賠本生意的。可是在這家店賣蘋果吧，它比剛才的那家店更便宜，真好。可是人太多啦，價格便宜的話，當然就會吸引很多人過來買。我們稍微忍耐一下吧。那時，圓圓的西瓜浮現在我的眼前，光是用看的就覺得吃起來一定很清涼。媽媽，買個西瓜好不好？孩子，你不知道現在西瓜有多貴嗎？會很貴嗎？可是去年夏天的時候，我們不是買了很多西瓜來吃嗎？現在是冬天，產量少就會很貴。媽媽的話是對的。聽說現在西瓜一個要80元呢，而且不管媽媽再怎麼會殺價，還是沒有把價格殺到70元以下，所以我和哥哥只好放棄吃西瓜的念頭。媽媽不只是去外面買東西的時候會殺價，就連我和哥哥幫忙跑腿做家務事所賺的零用錢，有時候都會俾媽媽殺價呢。這堆洗好的衣服需要摺一下，你們誰要來幫忙？摺衣服論賺15元，我要做。今天衣服太少了，只能給你10元。不會吧，你連這個都要殺價？即使如此，我還是默默地摺起衣服來，為了儲錢。對於媽媽的殺價，我於是不再視而不見了。星期六下午，哥哥和朋友因為哥哥去朋友家玩，而爸爸也因為和人有約出門去了。住在鄉下的爺爺打電話來，說他正要來我們家。媽媽忽然忙了起來，所以叫我幫忙跑腿去整理一下玄關的鞋子。可以幫我收一下晾在窗台的衣服嗎？哎呀，醬油都用完了，可以去幫我買一瓶醬嗎？哎呀，呢個人好麻煩啊！哎呀，咁好麻媽媽嘅。我當然不想錯過這個好機會，因為除了我以外，
沒有其他人能幫忙跑腿，所以趁機要求提高工資。媽媽應該也沒辦法說什麼。媽媽，整理孩子的費用能提高到20元嗎？好啦，知道啦。媽媽馬馬虎虎地回答。去買醬油的工資也要再提高一點。還有，回來的時候可以買一顆蘋果來吃嗎？在你的心裏，錢比媽媽重要嗎？你不想做就別做了。媽媽忽然提高聲線敲了起來。我很生氣地走到院子去了。從以前到現在，我都那麼用心幫忙，媽媽竟然還責備我。於是我就找小狗比出氣，心想媽媽如果不來叫我的，我就不回去了。過了一陣子，我想看媽媽現在做什麼，於是就悄悄地打開玄關的門看看。我只聽到吸塵機的聲音，卻沒看到媽媽。於是我走進屋子裏，卻忽然聞到像是燒焦的味道。我馬上跑進廚房，原來煤氣爐上的鍋子一直冒出滾燙的湯水。媽，我幫你把煤氣爐的火給關掉了。是嗎？那真是謝謝你了。媽媽剛才忘了關掉爐火，這次你要多少零用錢啊？媽媽笑着說。媽媽，對不起，我做錯了。是啊，剛才那樣對你大聲責備，媽媽都有錯。家人之間本來就是要互相幫忙，這點我們家裏應該也很了解吧。媽媽緊緊地抱着我。那個時候，剛回到家的爸爸和哥哥面上露出驚訝的表情，望着我們。老公，趕快幫忙打掃。爸爸說他馬上就要到了。哥哥，趕快去洗手，然後我幫忙整理餐桌吧。爸爸只要幫忙打掃就行了。還有，從今天起取消所有工資的規定了。爸爸和哥哥雖然不太清楚怎麼回事，不過我還是把今天發生的事當是我和媽媽之間的秘密。爺爺到了，我一邊向爺爺跑去，一邊喊住爺爺，我真的好愛我的家人。完啦。